台湾新日本前首相自民党的副总裁麻生太郎来咱台湾访问，昨昏伊发表专题演讲，伊是表示，为着区域的和平和稳定，台湾、日本和美国爱同齐展现用武力保护台湾的决心。另外，麻生太郎嘛有去总统府和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见面，而且伊嘛讲有和各阵营的参选人见面，互相交流。拄好拄到台湾的8·8节，副总统赖清德伫总统府内办桌来款待，请前日本首相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的访团。因为那被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挂问题访日本的时阵，拢有拜会麻生。这摆伊来台湾，互看作是想要了解代表民进党参选的赖清德。我可以在此承诺，未来我将会在蔡英文总统相同的路线上面，持续壮大台湾，并且跟日本、美国民主国家共同守护印太的和平跟稳定。麻生太郎嘛直接讲，真关心台湾2024的总统大选，因为台海的局势即马真紧张。目前有2万外的日本人伫台湾生活，希望会当了解各党的参选人伫台湾有代志的时阵，敢有自我防衛決心。総統候補の民進黨の候補者である赖候補にも今日昼食をご一緒させていただき。台湾に対する決意のほども伺わせていただき、我々どもとしては極めて安心をいただいたところでもあります。麻生嘛因日本有名的艋舺海贼王，甲台湾日本的关系比作是患难见真情，希望双方的感情会当继续发展和加温。另外，伫凯达格兰论坛顶悬，麻生是提出日本、台湾、美国爱做伙发挥强大的协作力，日本来承担为着维护台海安全，可能用武力防卫台湾的态度。戦う覚悟です。いざとなったらお金かけて防衛力持ってるだけではダメなんだ。それをいざとなったら使う。台湾の防衛のために、台湾海峡の安定のために。麻生讲，日本已经有真侪项国防改革，包括整合陆海空军，提升自卫队的应对能力。不过，麻生嘛强调讲，台海的和平稳定是国际共识，这个区域内面无应该发生战争。记者综合报道。